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件緬甸玉紅皮花青，主題係鍾馗，正面係一個鍾馗咯，攞一把劍，咁有隻鬼仔喺喺膊頭嗰度位置咯，下面有一個鬼仔，下面鬼仔咧做到比較可憐啊，攞住啲金啊，類似賄賂咁樣咯。呢件鍾馗咧用個花青呢嚿料咧就襯咯，比較襯。挑第啲題材咧就難搞啲咯，挑啲古靈精怪咯，絕對可以嘅。嗱，呢個以前挑過鍾馗個樣就係咁樣咯，都 OK 嘅。嗱，個鬼仔其實影唔清楚咋，都唔容易做喎。嗱，呢個另一隻鬼仔，呢鬼仔就可憐啲噶啦個樣，咁睇落去有啲諧趣嘅感覺咯。後面係正常做法啦，冇乜特別啦，呢屬於冇乜難度嘅嘢。